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时时间已经到，请咱备办心来做礼拜。光明是为着义人来备办，欢喜是为着心正直的人来备办。义人啊，恁着因为耶和华来欢喜，纪念伊的圣名来学乐。三甲金丝来学乐上帝，请掀开圣诗第39首。圣诗第39首，学乐主敬拜主到万代，学乐主敬拜主到万代。伊现今到永远拢存在，主上帝爱公义甲怜悯，要医治甲赦免同罪人，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坟场彼拉多前来受苦，顶世界死埋葬断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坐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
里面咱来启用，请现去姓氏后面启用文第57篇。启用文第57篇，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5章。启用文第57篇，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地是真正的葡萄园。连伫我果无结果子的枝，伊就把伊真正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较侪果子。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去啦。恁着到我的人，我就甲恁的人。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未结果子。恁若无到我的人，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会结真侪果子。无我，恁就当做啥物？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ฮ็出去外口。互人叫你个做咩？你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你内面。我无爱啥物，求做你面前。恁若加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着荣光。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只成阿爸爸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三甲来敬拜你，求你即时安静阮的心，互你的神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来运行，互阮放下俗世的一切杂念，专心注目伫你，甲你相结连。阮咧为着所有的一切，向你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你伫阮抑阁是伫罪人的时阵，就疼阮，甚至找你的独生圣囝担当阮的罪，用性命对重罪中将阮赎回，互所有信你的人拢通进入你的国度，伫遮拢无惊吓，只有你所想事的平安甲喜乐。感谢你赐予阮兄弟姊妹父母情。山水花木好光景，阮的工作事业，阮伫地上的一切，拢是你所想事。阮为着遮献上感谢。虽然阮伫生活中还是要面对种种的挑战，生老病死、生活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处理甲面对，遮会常常互阮亲像担要跋倒。总是你拢甲阮三甲伫地，你的锤、你的拐，拢要安慰我。只要阮来到你的面前，将一切交托予你，谦卑遵照你的旨意去行，你所为阮备办的，拢会超过阮所求所想的。主，阮感谢你，互阮西湖教会伫即个所在设立超过39栋。对一开始，敢若有几个人的家庭聚会开始，你一步一步来自我你的羊群，伫你所想事的即个水的所在建立你的教会。大家伫即个所在组织敬拜学到你，用主的疼彼此相疼相扶持。虽然伫这中间嘛有经历过一寡风影。但是主，你也是坚固阮的信心，互阮伫人数有较少的即个情况，靠着牧师、长职甲所有同工的忠心的服侍，以及众兄弟姊妹的同心参与，互阮也阁是犹原会当徛伫即个所在，顺利会当来推动遮济的事工，继续伫即个所在来荣光主你的性命。虽然阮的教会犹原也是有真侪问题，甲真侪挑战，总是主你的恩典教业阮用，叫你用你无限的疼甲能力来补足阮的不足，因为
生命甲你的结连，互阮个人甲教会拢会当继续成长、长大、勇壮。求你赐落福音的异象，互西湖教会会当继续久长伫遮荣光你的圣名。阮也求主纪念看过今仔日袂当来到阮三甲组织的兄弟姊妹，特别眷顾伫日本的江春梅老师，伊的旅途拢会当平安。主啊，阮也要纪念阮的牧师妈林香惠执事。虽然阮大部分的兄弟姊妹毋捌甲伊见过面，但是伊一生忠心的信仰甲服侍，诚侪阮通学习的对象，也求主来安慰牧师甲遗族，互12月29日伫济南教会的对事礼拜，一切会当顺利圆满。也求主，互阮今仔日的礼拜拢充满着圣神的引带，甲你真实的听，通得到你的感动。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下面赞美，今仔日今仔日迄个圣歌队要吟的诗是《金星》。
咱若献歌队用水的歌声来学罗上帝，只是咱来讲授上帝话，请掀开圣经，旧约圣经《申命记》第8章第5节到18节。旧约圣经《申命记》第8章第5节到18节。好好本第217页，台语汉字版第197页到98页，现代中文译本是第214页。申命记第8章第5节，你的心就知耶和华你的上帝教导你，亲像人教导伊的囝一样。故你着持守耶和华你的上帝的诫命来行伊的道路，来敬畏伊。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带你入迄个水的地，迄个地有溪、有水泉、有青烟，对山谷甲山流出来，是出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的地。也出橄榄树、甲蜜的地，你伫迄所在食米充足，伫遐你也无欠一项。迄所在的石头是铁，伫伊的山通掘铜。你要食甲饱，就为着你所享受你的水地来学罗耶和华你的上帝。你着谨慎，免得你袂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无守伊的诫命法度律例，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你的。行了，你已经食饱，已经去水的厝内徛起，你的牛羊加添，你的金银加添，你所有的拢加添。迄时，你的心自古袂记得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就是带你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家出来的，伊带你经过迄个大国通行的旷野，遐有火蛇、甲拉虫、大树无水的地，伊捌为着你，互水、互对顶的石盘流出来。搁伫旷野将你的列祖所毋捌的玛纳养饲你，是要互你谦卑。试验你，互你到尾得到福气。行了，你心内想讲，得到即个大的基业是对我的气力，我的手的能力。总是你着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你得到大基业的气力，是伊互你要诚侪伊所对你的列祖咒詛的约，亲像今仔日的款。咱的圣经读到遮，今仔日。讲道的题目是感恩是上好的解方，咱请牧师。对啊，这大家平安。平安。那咱有伫咱教会西湖教会的赖群组吼，牧师有即个送出来吼，咱教会隔壁的迄个吼拄更案吼，拜五中昼的时阵发生意外吼。啊，好佳在物件倒落来，吼，迄个红门头要搅红门头的迄个水塔，吼，差不多3层楼悬，规个倒落来，倒向咱内湖路一段，啊，竟然讲下骹的人拢闪去，吼，有一个即个咱的厝边，吼，伫附近迄行，啊，拄啊好查一丝啊，就讲着，然后一个骑奥多摆的，敢毋是伊妹夫，吼，用车动，结果弄入去。吼，啊，结果昨吼，这家属吼，拄好我熟悉吼，昨开刀吼，啊，即个吼牧师有代表教会有迄关心即项代志啦吼，因为发生就是讲即个吼，即个建商无愿意赔偿迄个吼，即个受伤的即个无辜的人吼，啊，即项代志牧师有伫咱社区的群组吼，拄好牧师有加伫咱。即个周围拄更附近的即个吼，咱的厝边的即个群组啦，有伫遐吼提醒大家即项代志啦，吼，因为建商有甲咱保证，吼讲吼伊是遮大的建商，吼
一个起大巨蛋迄个建商啦，共一个建商，讲因绝对出代志会负责，但是因保证袂出代志，但是出代志啊，结果因连即个即个弄入去的迄个骑奥多拜的，拢无愿意赔偿，即项代志，牧师有要关心，若有必要会代表教会去找一寡人来，甚至以后伫即过以后6冬的即个拄更建筑的期间，5万拢有即个议员啦，也是讲即个相关了解即个事务的人会当长期来关心，保证讲咱教会的建筑物，咱牧师馆的建筑物，袂因为迄个拄更案受到损伤。咱若万一有啥物损伤，咱教会会当得到公平的对待。咱讲听上帝的听，但是上帝的公义，咱嘛爱注意着。毋是干那管咱家己的好，咱厝无安怎，绝对无安怎。虽然讲迄天弄落来的时阵，牧师拄伫教会，甲一个来访问2个朋友喺讲话，阮当做讲是3级地震的，砰一声，规个厝安尼震动一下。好佳在咱厝无损伤，但是咱顾好咱家己，咱也爱关心咱社会无受到无公平对待的遮个人，亲像迄个拄好即个骨折的即个查甫，伊的姐姐是基督徒啦，牧师的朋友拄好，所以有了解即项代志，因家属有去争取即个建设公司的合理的赔偿，嘛5万讲即个建商嘛要负担起责任，有发现讲因甲市政府讲要停工，但是继续迄施工，即项代志昨昏也伫群组内底有提醒，有大家讲这要互相关单位爱知影，一切照法令来，一切照规定。建商，咱甲遮的工作人员拢是好朋友，咱无去为难遮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但是即个建设公司爱负担的责任就是爱负担，甲大家报告即件电视新闻无啥物迄报的一个公安意外，拄好伫咱的隔壁，拄好咱教会也是咱市政府的拄更规定内底，咱是需要受到特别注意的，因为咱真有可能任何的工程，若有出啥物代志，咱的建筑物，咱2栋建筑物拢是会受到影响的可能的范围之内，嘛有将咱迄个开工说明会，甲建商的迄个开会，拢有搭伫遐，毋知敢佫有搭伫遐，牧师若有进一步，拢会甲咱大家更新。因为教会是咱大家的，咱即间教会建筑物是咱无论过去、今嘛，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咱奉献来买，无虽然讲旧，但是咱这犹原是咱的礼拜堂，咱来好好顾守。当然以后社会发展、都市发展，咱会伫遮偌久，咱无拄会当确定。但是今仔日咱徛伫遮，咱就爱医好，咱来医持好，咱就爱好好保守即个教会，拄好咱今仔日也有咱于洋甲于信的算做即个即间厝以前大就住伫遮的，所以伫遮拄好有即个机会，嘛拄好有即个经历着咱的即个拄更的工地意外啦，甲咱兄弟姊妹大家说明，好，伫咱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满满的主上帝，你的疼痛遮尔大，你的看顾也互阮会当平安，佮经过一礼拜。阮伫主你的面前同心敬拜，阮常时也要对峙你的话，就是圣经所记载的话，愿要认捌主你的道理，佮较深，也会当佮较知影。你伫阮生命中间，你的作为，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对伫你的话来得到造就，得到利益，互阮会当
捌道理搁较深，互阮也会当捌你搁较深。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好，来听这，咱对细汉受的教育，就是咱咧拍拼。咱台湾话是真特别，咱有一句拍拼。拍拼的意思就亲像咱后礼拜哦，要大饼扫，教会大饼扫，佮要布置。拍拼是啥物？拍啥物？面罩批，以前面罩批爱安怎？日头大的时阵摕出来，管影安尼吊的，然后咧用棍仔安尼拍，拼咧，拼就是拼厝内的拼，哦，将厝内底垃圾物、即个毋是红门头，红白沙，规个扫出去，这叫拼扫，拍就是拍面罩批。然后拍拼咧，咱讲爱努力，但是有时阵咱爱反倒转来想转来，就是愈认真、愈努力拍拼的人，其实有时阵哪危险？因为真容易就是看到家己的拍拼，看到家己的努力，然后咧。就会讲我遮尔拍拼，我应该就赢过别人较对啊！我比人较认真，我比人较拍拼，为什么我遮尔歹命？但是真容易就是咱拍拼，咱努力，煞反倒转一无顺利的时阵，就只有看到家己，无想到讲。比你聪明的人，佫较拍拼咧。当然怨叹讲我这同事靠着他伊的人脉爬啊真紧，迄甲我同期以外的，结果咧伊即摆爬啊悬，做主管啊，我犹原是第一线的职员。你讲伊靠着人脉，但是可能你无看到伊过年过节，叔叔伯伯、婶婶。阿姨会伊迄经营伊的人际关系，比咱即个无人脉的人佫较认真。也是讲你讲别人是好野人出身，所以伊当然会成功。我比伊佫较努力，但是你敢有想到，伊厝人好野是真正，但是咧，伊伫遐拍拼的时阵，你看袂到。所以有时阵，咱哪拍拼，咱也爱反省讲，咱敢是干那看到家己，无看到别人，干那看到家己的努力，反倒转煞比别人佫较容易陷落伫自以为是的骄傲。所以。咱袂想到讲好，有人讲伊7点半就上班，比别人佫较早，表示家己足厉害。但是你会当想想的，伊一工工作12点钟，但是别人工作8点钟，做出来的成果是同款，安尼4点钟是咧创啥？有时阵真正咱家己都会有盲点啦，咱都会盲点。经验甲咱讲。自我为是的骄傲，往往带来的是无好的结局。就亲像迄首歌，我比人较认真，我比人较拍拼，为啥物我遮尔歹命？好命歹命真歹讲，但是傲埋怨的人，伫咱的生活经验内底，咱兄弟大部分拢比牧师搁较年长。应该经验佫较侪，咱拢知影，咱以前工作的经验，爱埋怨的同事，通
通常拢较袂成功。咱的朋友中间，甚至爱埋怨的朋友，一开始大家会认真听，会苦劝，但是到后来苦劝无效，会开始就会保持距离，因为正讲拢是埋怨，然后我甲你苦劝嘛无效，嘛歹势讲歹听话，只有保持距离。所以自我为是，也是敢若看着家己，无看着别人，通常这是对咱有负面的损害。但是圣经甲咱讲，无错，咱爱谦卑甲上帝做伙同行，咱爱谦卑甲上帝做伙同行。这讲啊真简单，但是要安怎达会到？难免咱会有无顺利的时阵，我们总是有血有肉，咱需要发泄。所以加减咱的埋怨，加减咱的生气，加减咱的心内无平衡，伫人生的关关家家中间，咱要怎样？咱大家拢知影，爱看见光明面。咱大家拢知影，即马台湾真爱讲正能量，讲起来简单。但是咱要怎样伫人生的起起落落中间，怎样经验到上帝的疼甲稳定？请问你敢有答案？请问你要安怎做？今仔日，咱知影11月底是美洲，尤其美国的感恩节，所以咱台湾的教会受到美国教会的影响，咱即马11月底真侪教会会伫最后一个主日，也会伫遐庆祝感恩节。其实咱教会也是，后礼拜有感恩大餐，也为着备办圣诞节，咱有感恩节的这个教会布置。实际上，感恩这两字，伫圣经内底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教导。就是讲，咱大大读到《申命记》内底也有记载，伫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了后，一开始伫旷野40天，非常的艰苦，打扫的沙漠，旷野危险的旷野中间，真艰苦的这个40天中间，以色列百姓经历真多上帝的恩典，伫旷野的中间，上帝知影以色列百姓无水通啉，无食物通食，所以咧，上帝用伊的方式供给以色列百姓有水通啉，对石头出水，然后有食物玛纳。上帝也知影伫旷野真容易安怎行马路，暗时咧会拄着野兽，真危险。所以日时上帝用风条，暗时用火条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伫旷野40天。所经历上帝的疼痛甲带领，上帝的大气力的带领，因是深信不疑，因为这是因亲身的体会，第一手的经验。所以，当以色列百姓要入去上帝所应允的迦南地的迄当阵，
以色列百姓对上帝的同在所体验到的，绝对是亲信不疑。因知影这是第一手的资料，阮亲目看到，然后咧玛纳阮亲喙食到，然后对石盘出水来会当止喙焦，这对因来讲，这是亲身啉着、啖着，迄个滋味的。这就亲像咱家己的经验，敢毋是安尼？常常反倒当咱面对着困境的时阵，咱反倒当会搁较用心来找求，甲上帝通亲近。咱有迄个渴慕，咱有迄个急迫性，咱知影哦，无安尼袂使。咱知影我已经尽家己所有的气力啊，所以咧，上帝啊，我只有你，咱讲会出嘴。咱伫困难的中间，当咱靠家己已经无法的时阵，咱搁较通体会到倚靠上帝的重要性。所以咧，常常咱伫人生的低潮，咱搁较多的祈祷，咱甚至搁较愿意积极参与教会，无就是礼拜，无就是聚会，也是真单纯要祈求甲主内兄弟姊妹教会的肢体，三较做伙团契的生活。咱也搁较迫切要祈求上帝的话，咱会想讲，甲别人来问这个解决方式，还是祈求人的帮忙，拢无办法啦。你会逼家己讲，安尼我只有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是真实，因为上帝的话是真理，所以你愿意去找。常常咱行过困难的时期，也互咱搁较会当因为行过了后有亲身的体验，所以咱为着上帝回应咱的祈祷，咱会当专心感谢伊，为着上帝互咱及时的帮忙，咱就安尼，咱伫信仰的中间，咱大欢喜。弟兄姊妹，但是咱若伫信仰的角度来看，亲像摩西提车进入迦南地，已经过好日子的以色列百姓的提醒，咱就知影真正的挑战，反倒当是顺利伫顺境的中间过了后。人伫顺利中间，反倒当容易来将上帝离弃。这是摩西对伫以色列百姓的提醒。所以，上帝通过摩西要提醒以色列百姓，就是落算伫富裕的中间，由原来下几节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因所得到的一切，敢是因为因家己较聪明、较有智慧？无拄拄。因为若无上帝甲因带出埃及，以色列百姓永远拢只是伫埃及地做人的奴隶。以色列百姓入迦南地了后过好日子，敢是因努力较侪？无，搁安怎努力？若无上帝伫旷野中间40冬的引带，
40天，互因会当学习磨练，佮带因入去迦南地。若无上帝，因也无可能通得到伫迦南地的好日子。所以以色列百姓因伫迦南地所享受、所拥有的一切，这完全拢是上帝的恩典赏赐。所以，学习对上帝的感恩，是帮助咱会当拄起咱家己的骄傲，并且会当互咱谦卑甲上帝做伙同行的方法之一，就是学习对上帝的感恩。这就是为什么咱讲基督徒的谢饭祷告，伫食饭前，咱爱感谢上帝。其实这个行动有真深的信仰教育的意义伫的，就是提醒咱，咱得到的一切，拢是上帝所赏赐。咱得到的一切，拢是上帝所赏赐。所以，咱用这个谢饭祷告、食饭前的感谢祈祷的行动，咱表明这项事，提醒咱家己这项事。但是讲到谢饭祷告，我就想到，可能咱中间有做过兵的，拢知影，拢已经经验过。我做新兵的时阵，一道6个阿兵哥谢饭祷告，毋是食饭前，拢会偷偷谢饭祷告。结果班长徛伫边啊，讲祷告什么？你要感谢的是我，喊开动的是我，我没喊开动，你不能吃。都来讲生笑啦，哦，但是这反映出这个班长的一个心态，伊还未得到信仰，伊无办法用信仰的角度来知影讲。就算正常人照起工去种作，像即马南部、高雄、屏东、台东的农民，伫遐哀叫，为什么？11月份竟然阁有风台啦！11月份因想象袂到，想讲7月、8月、9月。上班10月有风台，风台过了后，重新来种，结果11月阁有风台。当然，咱真正爱关心这项事，咱也望政府会当好好照顾这些农民。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人生的中间，敢毋是常常是安尼？我认真，我拍拼，这是咱的义务咧。咱活咧，咱就爱安尼做。但是咧，敢有成果？这上帝有伊的计划。咱伫教会事工，敢毋是安尼？保罗安怎讲？对无？伊栽种啊，但是咧。是虾米人互所栽种的得到果子？是上帝。所以会记即台南新学院的时代，我的一个老师叫做戴俊南牧师，戴俊南牧师有一面伊甲阮讲真侪做牧师的做到后来，家己煞出问题，精神问题。伊讲做一个牧师，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这个世界没有我，明天早上太阳仍然从东边升起。这是一款心态，互你家己知影讲，今仔日就做今仔日我应该做的，然后明仔载安怎，
上帝会互照伊的旨意伫行。当咱无办法想到即项代志，常常就有真侪代志放袂落，真侪代志放袂落，你的心情就受影响，你的态度受影响，你看人看事的观点就受影响，完全拢是放袂落。保罗讲啊，遮尔好啊，伊也种啊，上帝互即个果子会当收成啊，所以讲需要讲谁互伊大长，谁栽种，安怎？伫遐想东想西，想迄个未来未发生的事，结果规工想迄，莫怪到后来家己煞精神顶面煞出问题。我想咱做事大人的，敢毋是安尼？儿孙自有儿孙福。咱经营用事业的，敢毋是安尼？今仔日上帝互我即个祝福，互我生理一切顺利，但是上帝有伊的计划。今仔日上帝互我经营顺利，我感谢上帝。但是上帝的计划互我明仔拄着困难，安尼这是我学习的机会。安尼是上帝互我一个考验，互我莫骄傲。所以，对这个谢饭祷告、食饭前的感谢祈祷，迄短30秒钟、1分钟，甚至10秒钟，感谢上帝赐我食物，阿门。可能5秒钟。简单的一个祈祷，其实会当互咱提醒咱真大的道理，真多的信用功课。咱所得到的一切，拢是上帝所收赐。今仔日咱得到，咱感谢上帝；今仔日咱无得到，甚至失去，上帝有伊的计划。弟兄姊妹，无论伫顺境也是逆境，拢爱感谢上帝。这毋是干那咱对上帝同在的告别。咱袂当讲今仔日我一切顺利，就是上帝甲我同在，上帝的带领。然后咧，今仔日我无顺利，好亲像就感觉上帝无甲你同在。咱顺境甲逆境，咱拢感谢上帝。咱安尼来告别，咱安尼祈祷，咱安尼学乐，咱安尼感谢，这表明上帝的同在是无息，是随时，是无时无刻拢甲咱同在，也提醒咱，伫咱生命的中间。上帝一直在行奇妙的事，应该牧师有讲过，上帝有时阵会伫真无好的事的中间来行神迹，来带予咱极大的祝福。敢有即个咧？圣经有啊，耶稣钉死是十字架顶。天父上帝的圣囝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这对咱做事大人来讲，咱会当想象迄款的疼，家己的逝世伫遐受苦，咱无办法做啥物，迄款的疼，迄是极歹的歹事。但是上帝透过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死搁活，咱讲，互世间人得到救恩，互人类的罪得到赦免。所以上帝互
极大的歹事中间，产生了极大的祝福。这是国外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但实际上这是咱一年365天拢爱提醒咱的一项事。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一直迄行奇妙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提醒咱基督徒爱凡事感谢，凡事谢恩。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凡事谢恩，凡事感谢。因为当咱会当无论伫什么所在、什么时阵、伫什么款的作物的中间，咱拢向上帝感恩。安尼，即个感恩变成咱的生活态度。帮助咱看到上帝的作为，互咱会当学习用信仰来看这世上发生的一切，帮助咱本来放袂落的事，放伫心中，互咱每一时刻伫遐真痛苦的事，会当放落，就是凡事感谢。感恩，对上帝感恩，成做咱的生活态度。来讲故事，1944年2月28日，荷兰的基督徒，即个科利特恩保姆，甲伊的老爸，甲伊的姐姐。实际上是伊的全家，拢因为因伫荷兰，科利的老爸是是开迄个修理手表仔店面，楼顶带因家己的厝，然后伊伫个店面，恁知影，咱开店咧，人出入入，真平常，所以因利用安尼，伫因店面顶面，因的徛家。内底，伫二次大战发生了后，德国占领荷兰，开始伫遐迫害犹太人，将犹太人抓起来送去集中营去处死。所以荷兰有真侪基督徒，甚至咱即摆去荷兰有时阵有即款的博物馆，有即款的博物馆，甲咱讲迄段。勇敢的基督徒所做的代志，因是基督徒，但因看到犹太人的苦难，所以因保护犹太人，将犹太人安尼伪装，然后进入因的店面，然后秘伫因楼顶，秘一段时间了后，较偷偷将因送去瑞士、中立国、瑞士，也是送去即个中东遐。也是送去较安全的所在，互因未受抓去集中营。这是荷兰真侪基督徒伫二次大战中间所做的代志。科利因全家也是做即款代志，因救几啊百个犹太人的性命，但是真不幸，因的组织有人是报马仔，所以去报，直到科利。特恩保姆因全家受掠，互德国人送，讲恁真爱犹太人对无？甲恁送去犹太人送去的所在集中营，所以因全家受掠，互德国人送去，是个纳粹送去集中营。即个科利，伊本身伫集中营活落来。甚至伊活到91岁，1983年才过身。伊写一本册叫做《The Hiding Place》，藏身之处。这本册内底伊就记载伊二次大战所有的经验，包括伊安怎
救犹太人，荷兰的犹太人，甲伊后来受掠送入去集中营的故事。伊有写一段，即个柯利有提到，伊甲伊的姐姐，伊的老爸入去集中营无偌久，就死去啊。伊的姐姐甲伊，受关入去集中营内底一间，真侪家走。也是咱讲杀母啦，杀母，跳蚤的房间内底，大房间内底，内底关真侪人，犹太人啦，非基督徒啦，基督徒啦，吉普赛人啦，真侪人。伫即个牢房内底，即间牢房内底，柯利因为即个杀母家走互伊食真侪苦。哇！规身躯互即个虫咬啦，头毛啦、头内底啦，真艰苦，困袂落，食物件食无味，然后规身躯痒，甚至了血。但是柯利的姐姐也是一个真虔诚的基督徒，甲伊讲凡事感谢，凡事感谢，甚至爱为着遮的杀母家走，为着跳蚤来感谢上帝，为着跳蚤感谢上帝。后来，当然柯利的姐姐，嘛伫集中营内底，因为破病来死去。柯利伊本来伫即个纳粹德国要战输以前，本来有计划将所有用即个集中营内底的人拢处死，但是因为文书的一寡问题，柯利煞受到讨伐，所以伊会当生存落来，是因为安尼。后来柯利煞体会到，讲伊伫伊的牢房内底，因为咧，即虫拖啦。太多啦，即个杀母啦，家走伤过济，甚至即个集中营的遮个管理集中营遮个纳粹德国纳粹的遮个人毋敢接近啦，接近全身躯痒，大家毋敢接近，直到住伫即个牢房内底，柯利伊会当无受到搅扰。无受到苦毒，甚至伊会当伫即个伊所住的集中营内底的即个牢房内底来带领查经班，引带侪人信主。即个故事甲咱讲啥物？其实伫咱的人生中间，咱也有咱的跳蚤，当然，你会当亲像普通无信仰的人，伫遐埋怨啦，伫遐怨叹啦，伫遐讲活落真痛苦，伫遐怨天怨地，你也会当亲像柯利的姐姐所提醒的，为着跳蚤来感谢上帝。因为咱毋知影上帝的计划是按什么，咱毋知影上帝的祝福也会透过什么方式来互咱经验到，就亲像柯利所经验到的。因为跳蚤，互伊所住的即间牢房内底，未受到纳粹集中营的遮个真残忍的管理员的苦毒、斩杀。搅扰，甚至互伊会当伫集中营内底来传福音，来带人信主，阁会当到最后，柯利竟然奇迹一般来活落来，甚至当会修，甚至会当写册来见证上帝作为的奇妙。甚至伊伫二次大战了后4过演讲，甚至伊到伫德国演讲，佮
拄着迄个伫集中营的管理员，伊会当甲即个管理员讲上帝赦免你，我嘛赦免你。所以即个故事叫做为着跳蚤感谢上帝。留意下这，人生上顺利的时阵，常常真讽刺的，反倒当真做上容易，互咱袂记即上帝的时阵，因为人往往伫顺境的中间，真容易误会讲家己会当掌管一切，家己拢会使尽，甚至会认为讲家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不止无办法尊上帝做大，甚至袂记了上帝的恩惠，全盘否定上帝的疼甲恩典。但是感恩，对上帝感恩，对上帝凡事感恩，却互咱会当伫面对危机的时阵，犹原会当看到愿望，互咱甲上帝的关系，无论拄着什么状况、什么情形下面，咱甲上帝的关系，拢会当得到滋润。感谢上帝，也会当拄起咱的骄傲，互咱真正会当谦卑，甲上帝做伙同行。所以弟兄兄姐，后礼拜就是咱教会感恩节的礼拜，咱是即几礼拜，咱拢伫遮迄讨论，就是对上帝的感恩。怎样成做咱生活的态度？怎样会当互咱学习？会当用信仰的眼光来看咱身躯边的人，看发生伫咱身躯顶面的代志。感恩也怎样会当改变咱？互咱会当靠着信仰的气力。互咱无因为过去的伤害、过去无好的经验，影响着咱即马，影响着咱的未来。咱做伙阿头来祈祷。充满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透过阮的信仰前辈，互阮会当有机会透过圣经所记载的，互阮重新思考，阮怎样才会当真正谦卑甲主你做伙同行。主啊，你听阮，你应允阮，你会听。袂甲阮计哩，但是主啊，常常阮，互阮家己的情绪所捆绑，互阮袂记得了，你时时刻刻拢甲阮做伙同在。无论行什么款的路，你拢甲阮同在。主啊，恳求上帝你帮助阮。帮助阮用感恩的行动来告别，来提醒阮，就是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你手属。你也爱阮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佮用感恩的心来分享。主啊！你是阮的主宰，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伫逐项生活的经历的中间，你帮助阮，
互阮哪行骹步哪坚固，互阮哪来有哪大的信心，佮互阮有迄个勇气来分享你的恩典互众人。主啊，愿用感恩的心，组织做伙来感谢你，来学到你，学到你的圣名，学到你的慈悲疼痛遮尔啊大。愿同心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用上帝话甲咱带来勉励，咱即摆来应答上帝话，请掀开圣诗第298首。圣诗第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荣耀上帝大仁爱，心神欢喜到主面前，抬头仰望新光明。异乡忧愁求主赶散，摇移黑暗无打我。永远快乐源头来临，灿烂光明一源心，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下面咱来奉献。咱今仔日请林斌执事甲秋妹执事来书献。Amen.
下面我来报告吼，咱来看报告事项第一项，明仔载11月18上午10点，伫济南家教会要召开七星中会第74届第一届的中会议会，由咱牧师甲名义长老来代表咱教会来出席。第二项，下主日就是12月24，礼拜中要庆祝感恩节，礼拜中要举行圣餐，礼拜后有感恩的餐会。那咱来食饱了吼，咱来大扫除，甲咱做咱的今年的圣诞的布置，请咱教会兄弟来留时间来参加吼。第三项，每礼拜拜五暗时7点半，伫教会有查经祈祷会。咱即摆的主题甲经文是新约圣经加拉太书，请咱教会兄弟姊妹踊跃参加。第四项，若有需要探访，也是愿意开放家庭举行同礼拜的兄弟姊妹，请甲牧师也是咱教会董事来讲来安排。第五项，咱下礼拜感恩节礼拜是题目是感恩的生活，咱经文甲即个根据咱家己来看哈。咱来看聚会活动，咱主日上午有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主日有圣歌队联唱是在上午的8点45分。咱隔周的拜三有泡茶分享是下晡的2点半。逐礼拜是拜五有查经祈祷会是下晡的7点半。咱拜六一个月有一届的插会班是上午的10点。咱来看圣工事项。即礼拜的招待是小宝姐甲苏长老，插会是小妹执事，清扫嘛是小妹执事。下礼拜讲道是牧师，司会是名义长老，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我本人，司献是我本人甲小妹执事。招待是素琴姐甲槟榔乡，插会是牛长老甲素琴姐，清扫是素琴姐。咱顶礼拜的迄个人数甲奉献的统计，请咱家己来看，若有错误，请提出更正。咱来看咱即礼拜的即个金句吼，《申命记》第8章11节，我来先读一遍，咱做伙来谈两遍，再来用华语读一遍。你着谨慎，免得你袂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无受伊的诫命、法律、律例，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你的请。你着谨慎，免得你袂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无受伊的诫命、法律、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命令你的。你着谨慎，免得你袂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无受伊的诫命、法律、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命令你的。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生命记第8章11节。咱今日真欢迎吼，咱的迄个应该是咱的创会的时阵吼，伊就是因甲因的厝提供出来吼。我拄拄祈祷的时阵讲有几个人伫厝里，迄阵仔的聚会是伫恁兜嘛？就是伫恁兜吼，所以讲咱今仔日若把握时间吼，若有要知影讲咱的教会，迄阵仔我真细汉，我嘛也无认清楚咧。迄阵仔是阮爸爸来遮就找着即个所在主要是迄个陈义念长老吼，伊提供伊即个即马咱的即个教会即个所在，做主会，了后来是伫咱的头前遐来说厝，来做教会。一边做牧师馆，后来就是讲，因为长老因拄好嘛有要移民到美国去嘛，所以讲伊甲即个厝咱先讲提供出来，互教会，所以互咱有即马遮尔遮水、遮尔好诶礼拜堂吼，咱是来真因感谢。要不要说2句话？像恁敢若是咱的现场，咱是毋是要亲自现场？
我就感觉讲，咱这个环境变作侪较早凶残。我感觉这地板也是较早的。对，是，真正。我也有补创较水啦，规个灯亮起来，感觉阮厝吼变做教会，感觉足光明的。感谢主。大家跳过吼，这个所在继续做敬拜所在。感谢主，多谢。好，咱即马来应答上帝有遐，请咱毋是歹势吼，我真欢喜所袂记，咱即马来互相请安。真欢喜的日子吼，咱即马来临煞尾边的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至圣天父，阮感谢你，收你引带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护，打伫西青，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吟诗了后咧，请牧师来甲咱祝祷。咱就爱对上帝的感恩的中间，咱练习将感恩加做咱生活的态度。咱大声感谢上帝，互咱会当甲咱主内兄弟姊妹建立团契的关系。咱对伫咱的兄弟姊妹，咱也用感恩的心来彼此对待。咱也感谢上帝。使咱家庭，使咱好朋友通做伙，咱搁较爱感谢的是上帝无时不刻甲咱同在，带领咱，帮助咱，互咱捌伊哪样哪亲。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绿岛闭会。